Polo sa ita ami tayal tunian lemak. Hau ta acai ka ketun ku rai-rai tanga sa ilaot. Anini usasodan hark nurahok sumar ci kacau agani i ngasau. Hau angarap anini sumah ta tunu kuyuan ngasau nanay masisir tunu o cingasaway ku ninian ngasaw sulingaan ta amitengir ano masama na sa kurakuyuan hananay sa hanap patcay ta kira。好，谢谢那个李老师帮我们开场哦。那个我们今天的那个会议有2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是7点到8点哦，我们请那个阿力克老师来介绍一下他的雅绍古油案的一个发展哦，跟他现阶段的一个迁徙的过程哦。他等一下会有精彩的介绍。那我们第2个阶段哦。我们会针对那个不同的氏族的名称做一个名词的解释哦，或者是做解构哦，就是说我们去猜它这个雅绍原来的意思哦，跟它那个就是说它的起源啊，它是植物名吗？还是它是地名啊？或者是它是自然的现象哦？我们根据那个雅绍的名字，我们去做解构哦。未来在做那个交叉分析的时候，比较知道它本来的意思，比较能够抓准它的发展的过程跟那个环境有什么关联，这样。大概我们就分这2个阶段。然后我们第1个阶段哦，那个李进信老师哦会协助那个阿力克老师哦，等到阿力克老师说明完之后，李老师会协助做一些他在嘎拉纳部落的一个田调的交叉比对分析哦。看看跟那个我们阿力克老师讨论的部分有没有做那个就是交叉验证的，对。那第2个部分哦，我们针对那个各不同的雅绍，我们也会请李金信老师、张光忠老师、马里盖老师还有各位伙伴们，我们一起来分析每个雅绍的名称哦，看看大家的不同的看法跟意见。好，这就是我们今天2阶段的内容。那阿力克老师，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好，那请这个时间就交给您喽。好，来，晚上好，欢迎大家呀。来，大家呀。好，首先感谢凯明了，给我这么好的夜晚，与各位分享我的身世，很像很严重哦，身世。然后呢，也是感谢我们之前当初的那个历史组，也就是李进信老师，还有小白老师，还有已故的那个黄一鸣老师。那时候他们在田调的氏族时，他告诉我，我的根源在噶拉拉安，就是在拐拐，就是瑞穗那一带。好，那时候呢，我才有那个动力，想要继续去追根到底。好，可是呢，所以李进信老师跟我讲说，阿力，所以那一段啊，沙乌兰别努米苏的来伊噶拉拉山，然后我就很亢奋，然后我们又透过电视，他们讲说，阿令也是古尤安的萨给拉，然后我又去白手连去找那个比西利安，然后我跟我妈妈还有我的耆老，然后去找，然后他们说去找一个，就是现在在基隆的一个2性的高中的历史老师，然后久久就没有消息，然后谁知道可能是上帝的安排吧，然后我们同时，我回去白沙安，他也回去白手连比西利安。然后我就走着走着，我又去白手连那边，然后又去问那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比西利安的那些老人家说，那个某某老师有回来吗？然后他们说刚好刚到家萨给拉，我就想说哇，真的是机会有了，已经到了，我就去问，所以他就从就是我跟他访谈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在讲那个古尤安的由来。其实古尤安他这个有吉米尔，古尼有吉米尔就是绰号。你说你那年没安阿萨有达拉过是夜间的鸟，好，然后我有问那个老师讲说他是历史组的嘛，
不是，他是历史社会老师，2性的高中的老师了，赖永清，对，也是我们古玉安的后裔。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个达拉国的那个鸟的叫声，马萨曼古索尼尼啦，他也答不出所以然，他就只有跟我讲说，在那个山线那边，我们的氏族叫达拉国，然后我们海线这里叫古玉安，马的塞古玉安很孤僻嘛，就类似狐狸，就是以 那个山洞怎么讲？山洞，他们就是躲在山洞里面过啦狐狸古玉安，马这个是又很孤僻，找过啦信息，然后那我就说，那我们古玉安的迁徙之地在哪里？然后他就从头这样子跟我讲，其实我们也是在那个怎么讲？在那个直播事件，我们的那个也阿嫂他们有遇过，有遇过。好，只是跟大家讲说，其实我已经有一个拼图的图片，我已经拼了，可是后面我会慢慢的拼回来。然后我也是很感谢那个李金信老师，就是从102年嘛，凯明那时候我们那个3一的，然后李金信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永远他讲的就说没有氏族民同等不是阿密斯，我就说为什么？可能你的祖先是外人，迪雷巴布达在你们做生意给丹丹，然后在这边做贸易，然后居落在我们阿密斯的生活圈，然后自然而然耳濡目染，他就会说我们阿密斯的话。好，所以奉劝线上的萨利嘎嘎阿外公阿少，说不定你就不是阿密斯，这个是李继信老师说的。好，那我就要开始说了。我们应该从那个直播事件，因为那个赖永清老师跟我讲说，也有一个年轻人，这个福奥克，好，来翻一下来，下一页，这个福奥克。好，我们就从这个马拉罗沃伊直播，就是这个大港口事件哈。好，我们先介绍一下人物来，点一下。这个就是这个福洛考，他为什么他们一直想说是不是这一个年轻人？当初我跟那个赖永清老师讲说，原本是一个小冲突，为什么演变成战争？战争是因为这个噶弗洛看不下去这个外来的这个几当嗨，因为他管理我们阿密斯，他管理我们阿密斯，跟他们两兄弟，两兄弟，没管那个，但那因为只不那个部落，因为这个好，先那个好了，噶吉丹是那个，他跟我讲说是噶弗洛的爸爸。噶弗洛的爸爸，其实，噶弗洛是那个这个噶吉丹的那个巴特克，我巴特克是噶弗洛，巴特克就是他的继子，就是这个噶吉丹是他的二爸了，妈妈的第2个老公，所以这个噶弗洛他是一个巴特克继子。好，来下一页，下一页，好，为什么好？再点，因为那个赖永清没有下一页，对，因为赖永清老师跟我讲说没有，刚刚那个好，他说我们其实是大族，巴吉拉兰格米，我们有4个支派山，其实很多了，好，我们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是在那个巴吉拉，因为太大了，我来巴吉拉兰塞给啦，然后我们就开始分支，我们就是古玉安。其实古玉安，我这边有写嘎拉拉，跟那个吉拉米代，跟那个马拉罗翁是在那个封滨的那个东兴，东兴嘎拉拉就是原本这个我们的那个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瑞穗，然后吉拉米代这个是我们迁徙，这是我们分散的族人他们所去的地方。所以我只是跟你们讲说，其实这个巴吉拉还有很多，还有其他的，还有吉嘎杜拜，还有吉维利安，这个都是大的。其实它的分支还很多，我们只是巴吉拉的其中
其中的分支的支派。好，来下一页。好，这个就是上次凯明的哈，你们这是自己可以放大，这边就有几个氏族，哦，有几个氏族是最大的，然后分支到很多，到现在有45个，这个是我所看到的，哦，那个阿米什的氏族，所以我们是达拉固，哦，达拉固卡米，这个，好，来下一页，好，这个时候因为什么那个？原本是一个小冲突，然后演变成就是我们现在的直播的事件，就是那个搞为了要保卫我们自己直播的家园，好、因为那个谁当阿害，他是通事，好、他有一天就请那个嘎吉达安讲说，我要派2个青年，因为我明天有会议要去瑞穗，你来，因为他们以前都是用那个轿子嘛。好，那个轿子叫那个达利利山轿子，就载他载他去瑞穗。那时候那个嘎吉达安就传唤给那个就是米卡隆多马多阿古年轻人给达拉伊了一古蒂喊你啦，因为那个嘎夫奥是在古蒂那边马达亚了，然后那个嘎吉达安呢，因为是那个当阿害说他要去开会，所以就请了头目。然后呢，头目就请了，就是这些巴嘎隆埃，好，米嘎隆，就是米嘎隆嘛，对不对？就是传话到那个利的去找那个嘎布欧，说隔天，哦，那个党害要去瑞穗，要就是叫一批的那个满清的那个。老人家讲说马奥比莱古夫格产的马多阿塞，他们不会讲说满清，那个清兵他们都讲说马奥比莱古夫格，可能因为那个党还就是要去瑞穗请那个马奥比莱古夫格下来直播，然后那个嘎夫就说，如果他们真的要下来的话，我们的女人怎么办？那么多的军人，马面都马阿法苏古法法黑大瓦都古法法黑亚尼达，马拉法法黑都满汉都。什么呀？几个然后我们族人就是部落的族人就变成奴隶了，就是我们大家来都马都伊斯兰爱喊了马迪亚瓦族就是奴隶，比使唤你当嗨，然后呢，那个嘎夫奥听到这句，他想其实他也是很不甘愿，因为他很毒辣那个当害，然后他想说，那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好了，借这个机会。应该是可以杀掉那个党害，就是那个通事那个外人，所以呢，不变的第二天真的，他很早就跟2个嘛，因为他说派2个，派2个就是抬轿子的送他去瑞穗，然后很早他们就去那个嘎夫奥的那个党害的家，然后党害就说然后我先吃早餐，好像，然后那个嘎夫奥就说嘎夫奥是我们的民族英雄，然后嘎夫奥就说。好了，我们也没有吃早餐，你那给他因为他们的那个军火很强大，给他，因为我们只有翻刀，我们怎么跟那个外人去作战？所以他就是用这一个来威胁我们族人。这当然还因为他们有军火，他们有刀有枪，所以那个达拉妈妈啊，你呀给他你当还我先吃饭，吃完早餐他又讲了。然后又在那边抽鸦片，然后抽完之后差不多了，你当然还打赌，你来打嘎夫他2个跟他的嘎布达斯拉，然后呢走到一半就到瑞穗，还没有到瑞穗，他们说中途，好，他们2个配合的很好，因为嘎夫就一直想要杀那个党害闪过来机，那时候老师跟我讲说是在中途的时候，他们拿那个轿子有没有，就故意就碰在地上，这样跟石头这样碰撞。就感觉就路面颠簸这样子很不舒服，然后呢，党还就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那个嘎夫就说我很想要杀你，你啦，因为你欺负我的家园，你欺负了我的族人，而且欺负了我们的就是妇女，你来给啦，然后就是在中途的时候，那个他跟我讲说在那个巴扎案，请问一下线上的老师，什么叫做巴扎案？
有听过吗？不听。巴扎岸，巴扎岸。就光复吗？对，因为它是沿着瑞穗，沿着那个休古兰溪，伊叫伊，沿着是伊叫伊，吉岛，对他们就沿着休古兰溪就还没走上去，先不要点对，走上去，然后呢，到了中途就是在那个巴扎岸上边，那个老师跟我讲说，他们就把它摔在地上，哦，就把那个巴扎岸。哈个努应该是吧，没有人的地方啥应该是把扎安就是西边，对，他说往西边的把扎安就把它重重的摔下来这样子，好，把德产尼拉，然后那个党害就在那边米沙维尔就是哀叫了啦，就趁这个时候那个嘎夫欧就直接吃下去，就从他心上这样刺着。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就这样子死的，他就这样子死了，就直接往他心上，因为就是把他重重摔的时候，就趁这个机会，他就把那个就是从他心上这样刺，然后他们就不管，他们又下去回去自己那个古力站他那个工作的地方继续做，当打了麻麻就是当做没有这回事，没有。然后过了，说。然后过了几天，然后那个萨利嘎嘎你当个嗨，就是那个同事，我是给嘎嘎过喊你啦，然后他就跟那个头目讲，那个头目，然后头目就跟那个谁，嘎夫哦，那个英雄，他说他已经被我杀死了，喊你来给啦，我为什么不杀他？如果我不杀他，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妇人以及我们的族人怎么办？他有那么大的枪，那个。火力啥子啦，然后就是从这个时候，我们的战争才开始的啥？然后第一次战争的时候，嘛等于因为那个谁清兵啊，那个满清时代的那些清兵啊，他已经放话说要攻打我们的那个直布，攻打，所以paling first satu kuma to asai agak kita misalnya to我们的那个营区。我们的营区米萨提邦就是防疫，听说很像，因为我觉得是长虹桥以南，他们都是在以南，不是在以北。过来清兵，所以他们在攻打的时候，听说他们也是走到那个张园，打了一张园，然后也个巴丹尼个福屋是在那个南溪。南溪跟张园之间的，他是在那边被人家马林阿幺就是猎手，被人家就是骑马的时候，从后面米里巴拉米个扎杜风完你个他就这样子死的，他就是这样子死的。然后之后，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说已经不保了，这边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待了，所以下一页。下一页有吗？好，再点，好，他们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长虹桥哈，我你那拉拉你的上面带来瑞穗，好瑞穗，好，这个就是我们宫顶的那一个吉兰阿山的那个阿美圣山，好，所以我们的族人就是那时候因为在别等于这个佛。他就是要攻打清兵，然后导致我们很多的就是死伤很惨重就对了啦。好，他们想说这个这个地方已经不保了，所以萨拉菲萨扎拉，萨拉菲萨扎拉马夫劳多达拉伊了伊吉兰阿山阿鲁多伊迪拉多扎拉阿米曼，就是过生活，那个只是短暂的去过生活。过生活，可是我们阿密斯呢？可是他们上去之后，他们是连夜上去这个阿美圣山，可是隔天他们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嘎夫洛的家人是没有在场的，他们就是守住那个家园，因为他们知道嘎夫洛已经死掉了，所以嘎夫洛他们那几个就是几户的萨利嘎嘎尼嘎夫洛，他们就是。守在那个
早月那边，就只不那边没有跟就是族人上去这个吉兰阿善这个圣山，我们避难。可是呢，他们听说他们在这个圣山里，他们在这个圣山里面，他们也是隐居了差不多也是半年，然后清兵就上去就跟我们的那个族人讲说，在那个陈广澳，下一页我们看一下下一页，陈广澳就是这一个，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是在那个成功第一个成功镇的第一个商店，这是做交易的地方，我们古尤安我们的老人家也阿斯尼亚，他也是在这里就是招待这些进港的，就是内地的大陆那边的那个潮州人，因为他们就是有帆船嘛，就是顺着那个东北季风，然后这样子，然后坐船马菲菲努法利，然后靠港到这个地方做生意，就是这个地方。好，先跳过，等一下我再回去再讲这个陈广澳。好，陈广澳来，下一页。好，这个时候就是差不多我们要灭亡了。为什么会灭亡？在下一页。好，停，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陈广澳，因为我们已经逃难到那个阿美圣山，然后呢，就是清兵就上去说，你们要不要去成功？就是刚刚那个米祖勒杜弗拉斯，看样子你们也是没有饭吃了。anu la chimping mi sam gela hayi sa gema to asa gela kula fucingkai umaku kakanen tai lutuk sa jela gela api parang sa kuna kuaping akaping tala isingku mi surat tu falas alengai kakanen ta sa kula fafayang gela kula matu asai hayi san ada hayi kula matu kula kapah 他们就是跟着清兵就去那个成功米祖拉的弗拉斯，然后我们的族人亲人那个年轻人就是在这里被骗的，然后马杜扎拉米族人米努盖多达拉伊那个我是没有去过了，那个老师跟我讲说，如果你从那个晋普国小的外环，那个晋普国小的后面这个就是清兵以前的那个营地，可是他们已经做好围篱，这在马提伯莱多那啦，马提伯莱多只有一道门而已，只有一道门而已，然后他们从成功这样子走到晋普，就是这个直布的时候，那个清兵就讲了，马罗莱多干么？好，ilan na ni kukaka na namo ila kupanan kukasuay好kula funus namo sa iten好itira i 这样子，他说你们的帆刀先挂在那个墙外你来给他，而且又是晚上封门宴吧。然后他们进去的时候，反正有酒喝嘛，有东西吃嘛，谁不想？所以他们在差不多几分醉的时候，以来都马上麦多努亚给他努清兵。然后把古当喊来就是大炮啊，他们就围起来，就把那个炮就从里面，因为他们就是在一个马提布莱多努拉清兵给他，那个也是他们的工作室，可是他们那个里面只有一道门，可是一道门里面他们已经挖了那个几粒就是水沟嘛，很大的水沟，我们讲的梗，好，风喊来了过了大炮，他们把那个大炮丢下去的时候，马子古盖给了过啦，萨利嘎嘎一带，因为也醉得差不多了，太狂欢了，所以这个时候清兵就是利用这个时候他们几分醉，然后把大炮就丢下去嘛，那个把滚蛋是吗？大炮叫把滚蛋对不对？丢下去，马子古扎他们就整个听说是200多还是300多位，我也不知道。就一个坑全部都跳下去，可是第一个跳下去的就是一个嘎吉达安，不是嘎福屋的爸爸，他跳下去的时候就是
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去嘛。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一个一个跳下去的时候，清兵就在上面就用他们的刺枪就一个一个这样，反正谁活着就这样子刺上去，就是没有一个人活着，没有一个人活着，就是唯独就是那个头目，另外一个嘎吉达，因为他是最底层，最底层，然后一个一个把那个尸体推翻，然后叠对叠这样，然后他踩在那个尸体的上面，然后走上去，然后呢，就是趁半夜的时候就唯一仅存活下来的只有那个嘎吉丹，我也不知道那个嘎吉丹叫什么名字。他走上去就是开始找地方，就一直往北，就是应该也是这个吉兰阿善的这个地方。然后他想说，已经破晓了，破晓就是党阿都，万一我这个时候再走动行动的话，可能会被清兵发现这样子。他就在那边躲到暗的时候，他继续赶路到吉兰阿善。然后他到吉兰阿善的时候，然后那边的族人啊，老弱妇孺就说：“安努自在个苏古米努盖耶。” Kasapay ka awaay hanila gila taw sa landian nagkakitaan mahmin tumapatay masama-sama nuna清兵 kami hanila ano kisukumino kayay hanila 为什么不是我的老公回来 hanila cima-cima ji kula papahay gila 然后他们就一直mi pedes kula ya mauripay tasu cipita hanila gila 你是弱者哈尼拉古拉给马奥利拜之灾，他就是可能太伤心吧。听说也是过了几天，他也过世了。所以他们在吉兰阿善呢，在那边差不多半年的，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对，他们在那边半年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妇女，她这个时候，我一直想到我们现代为什么有那个文化传承。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我们的男人都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由妇女来主导去照料，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男人再去支持了，所以这个时候女性呢就会发挥我们生存的文化的本能，就是去山上呢去野生去植物的采集，以及海岸的藻类啊，捕溪虾的鱼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阿美族妇女在家庭呢。他扮演着文化的传承的那个角色很重要。所以迪拉萨扎拉马奥利布迪拉伊吉拉阿山，好，这个就是好，小慧来再点，这个就是我们带学生去走的，我们走一遍祖先走的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都有分组，前面这个黄色的就是本村的，就是带我们的小班长，好，我们那时候上去40位吧，可是真正攻顶的时候也只有7个小朋友。来，继续来下一页。好，就是这样子。你看，可那时候我在走的时候，我就想说，他那个我们的大赛很厉害哈。来下一页。好，下一页。好，这个后面这个后面这个几个符号是书写。我们是在中间，对，我们是在这个是嘎吉达安，就是那个巴利湾的那个巴利湾，对，好，这个族人呐，协助我们带我们的桃园的小朋友，然后我们在中间我们协调，因为有的小朋友有高山症不舒服，所以我们在中途就开一个小会，就是说如果不行的话就要回去了，如果 OK 的话就继续走上去这样子。好，下一页。所以那个小朋友想了很久，我们还是回去，因为当初我们去的时候单位也只有给我们2瓶的矿泉水以及1个粽子还有面包，我就想说应该没有那么远，结果在中途的时候已经巴掌也吃完了，面包也吃完了，水也喝完了，而且我们回来的时候迷路，小朋友到目的地的时候是下午4点，而我们有6个是失踪的，找不到回家的路，已经8点了，8点多。那时候我才知道，那时候我没有水的时候，我真的是直接趴着就喝那个溪边的水了，我不管了，我就是要活命，我不管有没有寄生虫，我就是要喝水。好，米咖利斯卡米古尼呢，真的是上面就是
曼哈维拉伊的 BH 就是悬崖嘛，对不对 ？BH 峭壁。哦，别拉住底啦！我们上去的时候是，下一页了，我们看一下。好，这个他这边写说阿美族的发祥地，这个就是最上面的哦，最上面。我们爬到最上面的时候，整个是呈90度的那个别拉，还好有绳索，我们就这样子拉着那个绳索这样子上去。哦，他这边就有写。好，来下一页。你看这个，好，他那边已经写，那边写中阿美族的纪念碑。好，我们的那个五度就是纪念碑嘛，对不对？好，下一页。好，五年级两个三，所以我们带学生去寻根。好，来下一页。好，再回到刚刚那个，也阿瓜娃。好，我先讲这个我们到不是在下一页五年呢。好，我们对，这一个我们休息了差不多几分钟，我们也有拿贡品，就是祭品，最简单的就是酒吧，一直他都他妈过那时候请个给答案就是米祭拜个米都啊，那个时候本来是晴空万里。然后那个头目在那边念念有词的时候，就假如发出来，就是整个那个雾啊，笼罩在我们身上。那时候我吓到，我们就想说，是不是祖先有听到，还是祖先怎么了？那时候那个头目在那边讲的时候，看我们上面是笼罩的，都是那个呢，假如发出就是乌云。然后他讲完之后呢，诶，过了几分钟，又晴空万里了。哦，又晴空万里了，我们就想说应该是祖先有接收到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可能是就是心理作用嘛。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停留不会很久，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也有他的那个啊，泰国我多次好圣杯，可是我觉得去那边寻根的，你起码要把垃圾不落地嘛。可是那边很多垃圾，我们又没有带，没有带垃圾袋。所以就也是只有拿一点点的东西，就是亚拉膏，亚拉膏。古尼兰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很小，所以我们一直想说，为什么我们的祖先那么厉害？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那时候我们在鸟看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最上面。然后一了的连山人阿路就是达拉瓦绕，然后就是那个修格兰溪，对。然后他们说下去就是瑞穗，你看马蒂内马弗拉古马多阿萨伊当我们的祖先就是在那边，我的祖先呐、马多阿萨那边一定呢都马分，他们就在那边分开的。哦，伊拉杜古米怎么讲？就是他就是要找一个投靠的地方啦。那有法律喊你到去投靠。有的去投靠那个法律院，有的去米法律都伊拉伊法达安，米法律都法律院就是投靠，所以我们最远的最北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马拉隆就是东兴，然后我们就下去瑞穗，就是嘎拉拉那边，下一页嘎拉拉，嘎拉拉，下一页。好，我先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宫顶的7位小朋友哦，这就是我们的副座。来下一页，好，再下一页，这是我跟右行哦。好，下一页，好，这个就是听说了，就是拉杜吉那高乌都阿斯努米达一定那个乌拉冷啊万努米达，他说我们的国语案就像李继庆老师讲的，啊哩一定的爱国乌拉冷啊万努米说国语案讲，结果原来乌吉米尔。国语案说里奈乌达拉国，好乌达拉国公啊少那么国，好，这个就是石柱嘛，它原本是板子58，到后面是50多过来了。好，下一页。好，听说这个地方蛮好的，可是
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他们要取水，要取水打了兰诺，好，结果那边没有地方吃，他们又上来，然后觉得又就是不适合，所以伊拉古马弗拉威就去丰南，就是去那个比基就是那个富里乡，比基就是丰南的一个吉拉米带，我们那边也有达拉过。因为上次那个谁，马里盖老师有讲说，达拉过他也有在那个高台，所以我们最远的，我刚刚有讲过，最远的就是在马拉隆岸、马拉隆翁，对，东兴，然后是这个地方瑞穗这个这个嘎拉拉，然后沿着比基那个地方的丰南的那个吉拉米带，然后就连夜了，飞沙达拉伊了一高台。所以我们都是半夜这样子嘛，弗拉威米给你们都哈塔比伽马罗安，所以当他们抵达到那个高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好，因为我们都是夜行动物嘛，那帮刚刚很抵了海岸呢，海岸的古有很那个呢，夜行的宾兰努湾和夜行的宾兰努湾，然后隔天其实那个地方我们暂住的那个地方已经是有人在住了，什么？我们那个，我就是那个填掉的那个老师哦，赖永清，他说那个高台已经有人住，可是我们是大批的人下来，人家都吓到，都是怎么会那么多人？而且我们的老人家也是嘎吉达安，所以听说我们国有安很霸道哦，他说很霸道，就是鸠占鹊巢，喊你了，我们的人还有鸠占鹊巢，就是很霸道了，就是利用那个霸道的方式去坐享人家的成果，再给他就发我那个咪咕咕咕哒呜，然后我们这个国有安这个达拉古办，有的一部分又去那个三明里。可是觉得那边没有什么地方又种植，又回去那个高台。其实以前他们不是住在那个比西利安，因为马甘奈努利亚或者呢，马甘奈努利亚那边还是个海边，所以他们都就是在那个嘎吉丹。听说我们有一个也是老人家了，他说林飞龙还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陈广傲，来上一页了，小慧上一页。刚刚那个成功那个，我们的老人家就是在那边，就是去招待这些亲兵的人来的时候，就是当翻译啦，我呢他们就是跟客家人做生意，所以这个老人家他懂很多的那个他们的语言啦。所以这些亲兵其实把我们这个后山的给他会讲话的禽兽，你呢？好，麻烦了艾扎基要宾兰努湾，所以他这个亲兵想要去教育我们，所以我们这一个叫林飞龙的，就是因为他也是在每个驿站，就是类似那个什么。类似邮差先生，所以他可以去到各个地方，所以他认识了很多的兵，所以这个亲兵，这个亲兵这个军官呢，这个官就请这个林飞龙，就是当我们族人的那个，就是教我们中文，所以因为我们都不会讲啊，所以他说我们是生番啊，那么反正爱说哎吼是什么意思啊？你好吗？这个亲兵就说我们就是半熟了，产了一个啦，所以他们还是会看扁我们这些原住民，一直到现在。所以那个老师口述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其实这个他也不记得，他只有讲说法给这个林飞龙，其实他跟那个这个事件，他也有遇过，他亲身去参与，所以那个老师他就是这样子跟我叙述，其实是蛮凄凉的啦，不啦。其实我追溯的也只有这样子，然后来下一页了，下一页，下，好，不是。好，我只是想要讲的是，就是
一整串这样子，我一直在想说，一直到现在，我们有那个社会组织跟那个母系社会，是不是跟我们的子辈的事件是有关联的？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嘎夫屋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家园，以及我们的老弱妇孺，因为我们的女孩子都被清兵马拉巴发黑，他为了要保护我们这些女人，以及为什么叫来下一页，再点，为什么叫奴隶来再下一个奴役？这一个我一直想说是不是服从，因为嘎吉答案讲一句，他不会去在比巴做爱过米达，在比巴做爱过啦嘎巴。所以我一直想说，所以我们阿密只有2个字，就是服从，以及我们的社会组织一直到现在都有那个军事教育，而且我们还有那个年龄阶级，还有我刚刚讲的，男人都不在了，他就会发挥，他会去海边去采集，所以那个老师这样子这样一整串来讲。所以我觉得我的心得就是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跟那个母系社会跟服从是有关联的，只是我后面我只是想要讲的是伊玛达埃啊巴干能能伊玛达埃啊巴干能能努米苏干子伊法鲁祖埃啊巴达特莫努米苏anini na inguyusay maaraway ita kita tumitili tu nuniyah rikisi ukita tu semua tu niyah asengawan sanaiku numaku falucu numaku falucu hatira sa ku pa ini numaku ukuyo ang kaku utaraku kaku arai 好了就这样子好，我讲完了谢谢阿力克老师哈。好，我们这边听完那个阿力克老师这样的一个描述哈，哇，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啊，说真的。那很多里面的细节，我其实还蛮那个，就是说很好奇，想要提问。不过在我提问或者是各位提问之前，我先想要请那个李进信老师哈，因为李进信老师有在那个嘎拉拉部落针对他们这个古油案的那个瓦哨做一个填调哈。那我们想请那个李进信老师针对那个阿力克老师提出的这个说明哈，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或说明的。然后李老师请。Tatak imaku mitingilan hao. Iraku kasasiroma to mamang. Na imaku to ni pakenya itu na tarakup ngasao kemi hao. 马兰的氏族这边有12个氏族，包括了达拉固都在里面。那马兰这一边的氏族你这边你可以再去追溯一下那在后期的时候，是不是他是从马兰这一边然后出去的？因为我在卡拉拉这一边的氏族里面，我没有看到达拉固的，可是卡拉拉这边会讲到一个古油案，他讲到古油案。那当时那个卡拉拉的耆老告诉我，这个古油案是当时是居住在红叶这一边，呀温泉里面，按一点啦，其实dia ya kami hao dia satu ku kami hao satu kuan pasi tipen pasi amis ya源头努尼还呀红叶溪dia红叶好一点啦，古阿若你呀古有按一点好山，你san hao sa matira itu kura kalala。米联合杜法达安氏族，然后去征战。他说是因为过去的一个部落里面，他是有一个年龄阶级，必须要去服从他。那就如你所说的，古油案好像比较不听话的样子。不听话，所以呢。这个卡拉拉的人就跟法达案就是联手去开始去出席米进行对啦
以红叶这边的鬼油案。但是究竟是我们是阿密斯嘛，总是会做当中呢，晚上的时间要去袭击的，对吧？那鬼油案呢，就利用那个空档的时间呢，开始准备。除了能带走的鸡呀这些东西可以带走的，然后牛因为可以搬运，那一些都没有办法带的，就是猪、华会，其他都通通都已经走了。所有的商家卡拉啦把给今后，大英啊啥汉呀，搞巴带了家古有案，我爱都古他们老啥，masalah PEP sang milias, usaw ang upapo ito sa iraay ko rakat nunyo kuyuan hananay. Ta hetsura sang tara ipasungan naman sa kukatayran ng ipasungan hanaku. Datak tusa kurakat nila saan matya uniniya ya manhan kya. 伊拉古人一个是巴塞拉伊蒂尼亚伊吉兰米代，他马拉古伦巴西瓦里当阿萨伊蒂尼亚伊做个忙个有阿拉巴湾，那这个阿拉巴湾好，他拉阿米山，拉卡这张拉那个，还跟弄。一家awai Hokuraran 没有公路，因为11号路那个是在1923年的时候才建成的，所以之前是没有路的，沿着海边走。按照garis doya sa to Chivar masih Amis sa likit to no ya no Canul no Riar sa masa ika Amis cerak kala iya pasungan. Rumah suari pada layak satu sangra bililis milulu tu alu pasiwali sangira na lakuit santo lutuk mahicera tini pasungan hatirai ko tengila ko tusuan tirai ya i kalalai atamlau tu ni kuyuan hananai。那刚才我讲的追溯在前面达拉贡马兰这边有12个氏族。即蒋义雄什么来的呢？因为长乐山好，那地来以安平，好安平。然后因为说到过去汉人占据了安平，台南这一块以后，他们就开始为了要准备去反攻到大陆嘛，反清复明嘛，所以呢，他为了要壮大。他必须要有很多的粮食，所以呢，他就附近的这些族群都受到了他的这些奴役，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再去承受这样的这个迫害，于是呢，他们就往南走，摆了也巴厘绕。所谓巴厘绕，我对于问你说是不是恒春现在市区叫巴厘绕？他说不是。Katimul Nuraya 恒春镇 Katimul 有一个聚落在那边，伊吉拉给阿米斯也巴里绕那好，那地也长得好在个人古你格布罗安是个啦，好，所以打阿米上啦，带来的你呀以牡丹，什么的可能，no 牡丹的韩国朋友这么美吗？是安。其实，在阿米现在不是很美国啦，啥？孟乌拉牡丹哈啦，不是一朵花吗？那个，对啊，那个山上那边是一个花，觉得很奇怪啊。其实它是跟阿米斯有关系的。说了什么来？我把牡丹沙露屁股的地方，古里兰。可是那个地方就几扎木多牛巴里万，那巴里万跟这个阿米斯。总是会格格不入嘛，一点，所以牡丹事件那段时间，也很就是跟这个都有关系的。
上岸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的争执，但我阿弥陀都好受不了了，跟他们在一起就跑到了一点的西海，好以高瓦里多明阿达都多利亚然后西海，是帮安安很多那些那个边有西海，真正来讲，我们觉得黑赖啥，那还亚马夫拉外那点的巴里劳，带来巴木丹，带来呀，第二呀，满洲这一边有一个叫什么？村就是西海这一边，那米利亚上了好，在给你个他都容易给你看，阿外kamu raho an sa kira itira, tala amis kurakat nura, tala amis. Sila satu kuya, jai tu paka pirakat, anta mana ayah itu, hao, watah masyarakat hao, 他们就留在那一边，所以马兰称他们叫黑赖。那米。当然，阿米斯古拉干那的好，我大基里斯都给了。从这个西海一直到大武这中间，你看我们坐公车以前都是一定往上面嘛，然后从丰港下去嘛。为什么？因为那边海边不能走嘛。所以我就问了，那既然海边都不能走，怎么办？走古道啊，啥的，就是比较靠里面有个古道，从那边出来的一下。一大湖以后就有海边就可以走了嘛。这个，当然habis satu sangra tanggal 1di lahir di Arapanai， 就是在台马里的东南边，好叫阿拉巴奈哈奈。现在伊拉个阿米西迪拉，现在桃园区的总统府陈光荣，他们就是那一边的。好，一直来讲啦，他是啊，就这样发展的。你在那边呐，那台拉上来一直来好，经过很多的变化，就对，当然阿米斯都上啦，就安尼爱的马当海南那地方，好比较靠近就是体育场快到那一边了，一直啦。当然这之间还有很多故事，然后。那萨卡木库安那个伊迪拉张拉，这个时候呢，就跟这个巴利万就开始发生争执了，因为阿密斯的人比较多，所以呢，这个比乌马这个慢慢的就退缩到了西南边这一边，比格鲁都西边，暂时都啦，还呀法拉奥喊的奈，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他们人数越来越多嘛，右行应该都知道，法兰奥这边听说有望富的人在台东市这边，所以呢，人数越来越多以后，这里面就12个氏族，一个是往海边走，一个是往纵谷走，所以这里面有到哪里忽然间有交叉的地方，就是到了出入这一边以后，到鹿野有的往东走，我觉得那有时闽啊达上的多人好上人啊。那蒋英雄的氏族就第了东闽啊达，我要你了，帮俺家我活路战神家，后来他又说改了，好，活路战就是你活路就是那个头目的拐杖插在阿尔巴奈这一边的时候，它是。长了这些叶子上，其实那个头在上面，那个竹子的尾部是足够的呢，是在下面，这个都长起来了。好，那这两边这一走的时候，这里面12个族就是有达拉固这个氏族，所以希望看看阿力，你看看你这个氏族跟这个马兰这一边。达拉固这一边有没有关系，也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地方。那因为我在嘎拉拉这边，好像有没有我不知道啦。因为我的填调说好像没有这个名称，不能说没有机会。那为什么会直接会到红叶这一边？那温泉这一带也有很多的关系，所以会没有在这个。卡拉拉这一边，或者是因为不听话，所以呢，他自己就移到那个地方，也都有可能。所以
你也可以照这个去追问看看啊，你们国有案居然是从达拉固这边分出来的，那达拉固究竟是从哪里，源头是从哪里？好，你都可以去去征询一下，看看切实的你们达拉固这一边它是源头是不是真的是，如果是从巴厘岛这一边，那就有这些跟这个在安平这一边，台南的安平是有关系哦，所以我们不要去否认某一个地点都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你看看，的确是没有错。当时在安平这边，当这个郑成功他们占据了台南这一边的时候，他努力了多少？你看台南议会的原住民正在这里说，他说郑成功是一个魔头，他就是杀人无数就对了。可是汉人就把他变成英雄啊，对不对？我们应该要用这种去思考说，没有错。他们为了要反清复明嘛，他们在沿海一带，大陆沿海一带失败嘛，也只有往台湾这一边走嘛。那为了要增长，他们又要欺负周遭的这些不是跟他们有关系的民族，所以都逃到了巴厘岛。那我们是不是阿密斯？因为我们说我们阿密斯由南往北走嘛，有这种说法嘛，是不是这个有关系？这个我们值得去探讨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就说这是坐船啊？当然，我们只是多有可能的现象会发生这些事情还能够给他好，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因为我不能说很确定，因为每一个的立场对你的看法都不一样哦。这个我说了过。巴嘎个过，因为米利在个给信息嘛，那个比西利安，他就说我们是达拉固，我就说我的名字都换了的，我叫国佑安，喊了过去啦，我国佑安给他，因为我绰号国佑安这个阿拉古达拉固比丁的伊巴萨瓦利萨给啦，他们也有办那个中青会，就是在那个嘎拉拉那边就是达拉固这样子，所以我们海岸马那那么给了国佑安上我问过我妈妈老人家，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达拉固吧，国有安kita一追过来达拉固啥个啦，还有比你在我给信息，我们真的是达拉固啥个啦，只是马阿拉伊拉伊巴萨瓦里国有安是有绰号，还在个反正过来个马克什么他妈给说那么马克过来国有安啥个啦，伊拉菲安什么弗劳，啥那么他妈给说的说，可能对，所以可能后续还是要去。再去就这样，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逃难到以南嘛。对，那个说个很好，为什么嘎拉拉这边的人，并不是海岸这边的人，都已经讲到是国有岸，那应该是说达拉固这边分支的，应该分支的，可是他们并没有讲。然后国有岸一定要在等于都说那个联合山都你我发答案事主是吧？所以这个值得探讨了。那你说是海岸这边，就说国有岸，可是那边就叫达拉固，那为什么那边的人都叫说那边那个国有岸的事主是吧？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去探讨一下。好 ，OK， 好，谢谢那个李老师哇，这个今天的精彩，如果有认真听的话，有发现阿美族的那个迁移突然发现从台湾吓死人的这个论点大家等一下可以再进一步讨论。我们等一下那个有几个东西可以讨论第一个就是那个阿力克老师那个，等一下韩娜可不可以帮阿力克再把那个图放上去，就是那个三角形的等一下我们来针对那个图来讨论那我这边先对那个等一下你那个5分钟之后再放就好了。然后再来就是马里盖老师有在吗？马里盖老师有没有上线？来，我再补充一下了要说你阿里考虑个咩好呀？什么贤爱还是说嘛？你说把你拉长你说，阿里。
阿力，喂，嗨，那个咸癌慢含是过半刚刚对啊，BH，还我 BH 那个是已经是没有什么出路了啦。然后你也说巴黎那才你说那个巴利亚斯，对，巴黎亚斯了，应该是巴黎亚斯半刚还巴利亚斯，对，一个是BH。哦，还有我对，因为那个地方就很小了，这就是悬崖，也就是我们击败就是一发搞不更多了呢。哦，所以那个是 BH 没有退路，叫对。哦，没有退路叫 BH， 对，应该对吧？我讲对吗？对，我不知道。好 ，OK。有了 BH， 我刚查字典了，就是越来越窄的意思。是哈，对，我们对，就是走到最山顶那个越来越窄的地方，有点像是狭路跟悬崖的概念了，对。所以就等90度了。那时候跟右巡上去的时候，好，我们先休息。OK， 好，那个马里盖有没有在线上？马里盖老师？我在线上，刚刚 OK， 好，等一下我们休息5分钟之后，我们现在可以休息了我们5分钟后就是8点13分回来。马里盖老师，你上次有提出那个就是说5大氏族我等一下请你做一个分享你大概说明一下那个人家他怎么样说明那个阿美族原来的5大氏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5大氏族跟那个阿力克老师刚刚的那个三角形的那个图做对比，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问与答好，我们休息后8点13分回来。我现在再把它切回来好，阿力克老师，OK， 好，因为我对你这张图特别有那个感觉你这张图要表达的意思，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因为当初我去田调的时候，那个老师跟我讲说，我们原本是巴吉拉的分支派，对，所以我们的主轴就是古尤阿玛，然后这个3个上面那个嘎拉拉是我们最大的那个，就是他们去就是马福绕的一个地方，就是分散了，一个在嘎拉拉岸，一个是在那个东兴马拉罗翁，跟一个吉拉米带就是吉拉米带啊，丰南，就是这样子分散的。古尤安就是在那个3个地方分散，然后刚刚那个李金信老师讲说，其实后面还有嘛，到那个哪里马兰都有，对。可是他跟我讲的就只有这个3个点，是我们是巴吉拉的那个支派，其实还很多，不只是巴吉拉，九维利安他们应该也有支派，跟那个哪里这个都比较大的，还有那个吉卡多拜吗？对嘛哈，吉卡多拜跟那个吉兰阿善跟那个吉布兰那几个，那个都是比较大的。然后后面的支派我不知道，就延伸到我刚刚放的那个有45个氏族，45个氏族吧，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就是那几个，刚刚我讲的巴吉拉跟吉维兰，就是你那个阿绍，还有蒙纳列，还有吉布兰，还有吉兰阿善跟那个吉卡多拜，一个是萨利崩案就这几个，对，所以他传述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分散的地方就这么3个而已。可是刚刚李金信老师讲说，其实后面是还有的。OK， 好，谢谢阿力克这个很重要阿力克老师刚提出来一个概念我们延续上个礼拜我们想要朝的方向就是说我们那个阿美族的阿绍应该不会有这么细就是说不会到40几个，它应该是大的阿绍分支越来越多，导致变成这么多的阿绍它应该原来只有几个比较大的阿绍，就如同刚刚那个阿力克老师所说的。
好，我们针对这一点哦，因为那个刚刚那个马里盖老师说他的电哦会断断续续哦，我们来看一下马里盖老师问了他的家人哦，他的亲戚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如果马里盖老师可以回应我就回应哦。那个小白老师跟那个李老师也帮我一起讨论这个哦。他特别访问，就是问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父亲或者是他们部落的耆老。他们的部落耆老说，早期的阿美族人哦，只有这5个大的氏族哦，有巴吉萨、巴里绍、达拉古。拉拉厄斯跟吉嘎苏岸哦，只有这5大的亚少哦，因为我自己感觉上哦，跟我的认知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因为我认为比较大的亚少哦，可能跟那个阿利克认为的比较像，比如说巴吉大、吉维利安、沙利布岸哦，还有其他的，我会觉得那个亚少比较大。好，那我想如果那个谁那个。马里盖老师没有在线上的话，没关系。那个李继信老师跟小白老师，你针对马里盖老师提出的这个5大亚少，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小白老师，你要先说吗？有，我在看。Okay. 我先讲好了哈。好，我先讲了哦。是这所列的这些氏族里面，最不可能的是几个手案。我也觉得对，因为他们应该说是只是一个不是氏族了啦。当然，每一个氏族有时候是因为地方的发源地嘛。可是几个说按这个是可能氏族已经是混在一起的地名了。你看我们这个说按最一个地方啊。对啊，它应该中文叫七角川嘛，对不对？对，七角川嘛，应该它不算个氏族，应该几个氏族合在一起的地方。应该是这样啦。那老师上面另外4个氏族，4个亚少，你认同吗？巴吉大了，达拉过那两个我认同。巴里绍，你觉得不是？巴里绍它只是一个过站的地名。就刚才恒春的南边有一个聚落，就是这个巴里绍。但是你看蒋义雄他们从他们的祖先从安平到这里的时候，然后一直走到北边，然后到马兰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这个里面就12个氏族。所以他应该巴里绍不是一个单独一个氏族，而是一个纯粹是几个氏族在那边过站的地方，跟你刚说案是一样的。老师，依据你这样的推论因为你加上蒋义雄老师的说法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推论？应该最原始的氏族啊，就是那个名称最原来的那个没有分支的，应该要去南边找，你觉得对不对？就是我们阿美族如果是由南而北迁徙的话，对，应该南边的亚少是比较是原来的名称，到了北边之后才有可能变成其他的分支，但是如果你要找源头，要由北而南去找，这样子的推论正不正确？由南而北啦，不是，就是你如果要推论的话，就是我们要往南边去找那个最原初的亚少的名字，因为北边可能就是分支出去的。对，没有错。但是巴里绍这个，因为当时的说法是跟着他的氏族的，就是有12个。所以这个巴里绍这边已经是从安平，因为受到了迫害的时候，整个阿密斯可能就移到那边去了。所以如果照这个，
这个马里盖提供的5大氏族，5个大的阿萨哈，你看他提到的达拉固，那个李老师，达拉固是不是在那个马兰那边也有达拉固这个氏族？对，有，对，我们部落好像就有了嘛。对，老师，你们电光没有啊？很像有老师，你每次都很像有，到底有没有？对，都会忘记啊。有啊，达拉固有啊，电光有哦。达拉固这个就是跟着这个他们的祖先一起往北走的，所以他们有12到了马兰以后，他说那时候就分散的时候，我就问他们马兰这边究竟有几个？那今天你又听到说，杨淑珍说有15个，但是蒋义雄可以数到名的，名称有12个氏族，那也就是说，那有巴厘岛应该也有巴厘岛这个氏族，就是留下来的，所以自称为巴厘岛，就是恒春这一边。巴厘岛是算是地名啦，对，其实真正那边的那个很多，不是我们不能不那个了，他们也许现在他们组成了一个，等于是我们是一个家族一样，变成巴厘岛。其实过去他们在这里逗留出就有10几个氏族就对了啦。然后在迁移的时候，可能生下来的就组成这么一个，我们是巴厘岛的人，就变成一个氏族。所以那个我们如果这样子大胆的推论的话，像那个阿力克老师，你看这一张图哦。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李老师，等一下，我们看这一张图哦。古尤案呢，他曾经有在吉拉米代、马拉罗翁跟嘎拉拉这个3个地方，他被迫分散到这3个地方。应该是我想问一下，马拉罗翁是在哪边呢？是东兴在丰滨的南边。丰滨的南边哦，它再过去就是新社了啊，所以它是最远的。是哈，对。那我们能不能推论说？来跟你讲哈，新社是在丰滨市区的北边，东兴是在丰滨市区的南边。所以它的位置在丰滨那一带就没错了，对不对？应该是接下来才是新社。信业，你再说一遍。因为东兴是在那个现在那个盖新的那个叫什么消防局那里啊？哪个消防区？有一个盖了一个很漂亮的消防局。东兴在我们的丰滨猫宫的旁边而已，然后才会到新社。对，个地方挪下去啦，挪法国挪市区在哎。该啦有阿米手。然后才会靠近那个什么基奇咯。那个基奇还要再远一点。我知道，对。所以它没有在南边，南边我知道了，噶迪莫那个是立德啦，噶迪莫对，那个是立德，对。古格马兰的南。所以那个立德叫古克斯嘛。对。OK， 那我们这样子推论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是假设啦，如果你认同阿美族是北来说的话，暂时先认定这个假设吼。我们先假设阿美族是南来说吼，就是由南而北移动。那它最有可能古尤案本来是那个达拉固，就是分出来的话，假设是从南边从马兰那边往上分，那它第一站一定是吉拉米代嘛。对。后来嘎拉拉。然后才会到那个马拉罗翁嘛，它应该的路径是这样。古尤案那个阿力克，你认同这种走法吗？他们是从那个，应该说是从直布那边这样子被迫迁到吉朗阿善，然后真的是逼不得已了，就是被 X 了嘛，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分散了到这个3个点。所以你的说法是说？他先到吉朗阿善，然后被迫再分到这3个点，是不是？对，因为他们也是有经过那个直播事件，所以因为他们也是太阳族啊，他们也是太阳族，
对，所以被迫迁到最上面，然后真的是没有饭吃了，就各自各的这样子。所以有的去嘎啦啦，嘎乖乖啊乖乖，有的去那个吉拉米带，有的去那个最远的东兴。好，等一下，阿力克，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们现在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雅少分清楚一点。你刚刚有讲到说古油案，它是把吉他应该是把吉他分出来的。那你这样子，因为就是指布尔的事件。对，那达拉库跟把吉他是不是也有关系？对呀，因为古油安他那个是绰号，真正的叫达拉库。对。然后达拉库是从把吉他再分出去的。对。OK， 这个讲法哈，我们慢慢，我们不急哈，因为我们想要厘清每个雅少之间的关系。李继兴老师就是说，像阿力克老师这样的说法哈，你在你的观察上有没有这个可能？把吉他不是把达拉库，它其实是把吉他的分支分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它就是分支啊，就是把吉他，然后达拉库，我们原本就是达拉库，然后一直被迁徙的时候。我们是到了那个高台的时候，人家给我们一个命名，就是绰号叫国佑安呐。对，这个我认同。OK， 我们只是说听听看那个李老师对达拉库，因为我们在马兰的话，应该同时有把吉他也有达拉库这两个雅少，它应该是同时存在。那现在我们想要去问的话，就是说达拉库是不是从把吉他分出来，这个可能性？看看那个李老师这边有没有相关的填调的说法？巴吉拉很多人的说法是从阿密斯这边，就是在这个底下，光复跟瑞穗之间，他们说源头是在那一边，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曾经问过，但是我们应该去想哈，如果我们是从这个三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到最后就在那个国小的旁边发生了这些年轻人受到了迫害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波跟大港口的开始逃窜了。我们从这边开始去想，那后来的了，国内号逃窜了，那。这沿海一带的这边有些雅少都是从这波跟大港口就一路往南走，最远是在哪里？就是成功这一边。你看你成功3米里这边，你问他哦，我说你的雅少是哪里的？吉兰阿善，他说你阿米塞格米，可是他的语气讲话完全是南边的马兰这一边的讲话的方式，所以我们去想想哦，这一块。当他逃窜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达拉库就是往北，有的往北走，就是到那个马达拉贡，也有可能。所以我们在那个混乱的那段时间，它一定会不规则的这样四面的这样分散，大家都逃难嘛。再不走的话，可能会受到了更严厉的这些。受到制裁呀，所以我只是在想，那至于达拉库这边，他说是巴吉拉了，那巴吉拉的确在马兰也有巴吉拉了，那是不是事后才有？这个就要去问了啊，去问一下。那巴吉拉当时在这个12个氏族里面没有巴吉拉了，是不是后来？才有这个巴吉拉在马兰这一边，或者是他们更早的时候已经有巴吉拉了，后来在北边这一边，然后就再走到这个马兰这一边，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了，因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点，然后去知道那当时是有什么，当时是不是有这个氏族，那北边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氏族，所以我在想。达拉库，那是不是那有达拉库又有巴吉拉了？我就有点乱掉了。然后，因为当时在这个12个氏族里面就有达拉库，可是
当时他没有讲有巴吉拉的。哦，李老师，你说那个当时候蒋义雄在讲那个马兰的时候，没有提到巴吉萨哦。对对。哦，所以那个巴吉拉是不是更早已经有在北边了？因为他们是讲说巴吉拉是在光复跟这个瑞穗之间的一个部落发言的啦。他们是这样讲的，我是当然的，他们每一个我们不能讲说不对啊。所以有很多就是我们其实要一个一个连呐，然后先后一定要去知道它。你看，像海岸这边只有3大事件以后才发生，他们怎么说的？从长滨一直到进补这一块比较平一点的地都是猎场。在还没有发生这个3大事件的时候，我被阿鲁巴努高巴黑迪拉山。所以为什么在当时在第一枪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长光跟陈之埔的海边这一边打起来的。所以那个陈之埔的上面有一个高地，那边住了2户的人家，2户还是3户去。就是因为听到了这个枪声的时候，就跑到嘎迪莫那加阿路。阿米斯的九江岸有一个叫大石头，那边可以躲避啊，他们就躲在那个地方啊。那是长光没有部落，以后那后来呢，就因为慢慢的人也多了，那个地方我也给他那个啦，都是河床砂石路啊，对，然后就跑到了。旧址就是拿拉朱兰，就是因为以兰诺多努罗多跟马克拉海是隔一条河，马克拉海也在那一边，所以那时候的九江岸还是他们称的石坑，那边也叫九江岸，可是那个是已经是遗址了。拿拉朱兰多过啦，所以我们可以去想到这一路里面是没有这个外国鸟来的，然后。是安尼万跟面号，就是从长光这边逗留过，然后就跑到安尼万，一直往南移就对了。我们就可以想到说，当时海边这一块，因为没有路嘛，就靠海边的沿海一带在走路，沙滩的地方走路，所以源头就是在那个为什么会有这波？对有关系，还有那个跟瑞穗那一带的，跟这个大富村，好不是有没有讲太巴郎，这几个都是比较老的部落，对，那沿海一带是新的部落，完以后对啊。从3大事件之后逃窜了，往北的往北，然后有的回到吉维，有的回到吉维，到罗马索卡蒂莫尔多，那时候才慢慢建立了也都国呀古拉诺，也都古达波来，也都九江岸，然后一直往南移，就是这样子啊。OK， 那个老师这边补充的很仔细哦。我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想要做一个比较大胆的推论啊，就是说，依照那个阿力克老师的说法是，他们从那个巴吉萨的分支出来，但是又有达拉固也是他们的分支的来源，所以这3者应该是有一个同源的概念。这样的说法应该没有错哈。对，应该是这样。然后我现在想要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阿美族在分家的时候啊，是不是会基于认同原氏族，就他认同他原来的氏族，他就会说他是巴吉萨。
如果他不认同原来的氏族，他就会自己根据他的环境重新去定义自己是谁。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比如说，我假设有啊，假设我是几维里岸的嘛，我被我那个几维里岸的阿少赶出去，我分家了，我就到一个新的地点，我就不要几维里岸这个名字，我就直接说啊，我叫达曼啊，我的阿少就叫达曼，我不要几维里岸了，就变成未来我的子子孙孙，他都可能说以我的达曼作为他的阿少，那会不会就是这样的逻辑导致把吉萨变成达拉古？达拉古又变成古尤案，到时候古尤案的下一代又变成把松案，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阿少是因为不断的分家，导致于他的认同改变？我这样的讲法，我们一起讨论因为阿力克提出一个很棒的，就是说一个连结度把吉萨、达拉古、古尤案，那个明明就同一个阿少，为什么不同的？我用这样的假设，我们一起讨论因为这个阿少可能比较少讨论。好，有没有人有想法的？就像你刚刚讲的同心圆，就是那个太阳，就像我们是个大家族，然后人多了，每队都要分家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反正我们的根也是最上面的那个太阳，那是跑不掉的，就一直延伸，一直延伸下去到，就像你讲的，搞不好后面把松安，然后后面又有一个安安，可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那一个太阳而已。就这样子环环相扣，对。所以阿力克，你认同这样的推论吗？你可以接受是不是？因为当初的那个老师这样子讲，我一直在回想是不是，所以我才用这一个来做解说，应该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去推论的，要看，因为挖的那个阿力克老师，你稍微讲一下那个比西里岸的啊，他们邀请你们去参加他们的同乡会的原因是什么？哪一个？你说上次吗？那个比西里岸不是有一个邀请卡，邀请你们白沙湾的去参加？对，他邀请我，因为他们是每年3年一次，他们那边300多个人呢，30桌他们那边蛮大的，所以你看，可见这个国安当初在瑞穗要下来的时候多吓人，他整个地，他说，就是太霸道了吧。所以整个比西里岸，刚刚老师有讲到最远的就是在那个你说呀3明里，3明里，然后又对，刚刚那个刚刚那个李金信老师有讲嘛，就是沿岸这样子，是了，安亚一来3明里，古拉，对，所以他跟我们讲说就是凝聚嘛，就是就是3年一次，可是他跟我讲说有一次他有参加，就是那个就是加拿大就是邀请他们。那是第一次，那时候他才知道我们的氏族是达拉古，然后应该那个主办的那个妈妈应该还在，搞不好那一次李金熙老师去填掉，搞不好也讲的就是这一个妈妈，那个加拉拉那个耆老，对，因为他们有在那里办嘛，对了，以瑞穗，所以。李金信老师填掉的是不是跟那个老师讲的一样？我就不知道，因为只是口述而已嘛。李老师是吗？李老师有在线上啊？李老师是吗？我问的他的名字叫苏拉，大学哦，是苏拉法基嘛？哦，是哦，那我要问一下那个老师是不是？那不对，苏拉法基他走了，4月份走了。是哦，对，因为原本这个事主不是我讲，不是我要讲的，是那个老师，因为我有跟凯明讲，因为他太忙了，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就上来就解说我们国有案的那个迁徙的那个路径是怎么样的。还好我那一次有录了，就一直重复听，对，是这样子的。一直想要找那个根，因为李金信老师讲的那一句话，都说我们的根是从那里，然后又一直找，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对啊，所以就反正有时间就回去找耆老去挖根这样子，没有再回来，就是这样子啊。好，以上。好，谢谢那个古佑哥。好，那因为我刚刚的那个只是假设啦，如果古佑安老师刚刚不是对不起，那个阿力克老师他用同心圆的概念，更清楚哦。
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亚少啊，如果是在第一圈，像我是吉维迪亚嘛，吉维迪亚应该是本来就是第一个亚少，他应该是同心圆的最里面那一圈。那吉维迪亚有没有再分出来，我是不知道。那目前巴吉塔如果照古尤按那个阿利克老师的说法，他可能第2圈就是达拉贡，第3圈就是古尤按嘛。那有可能第2圈有别的，因为巴吉塔那么大，他可能第2圈可能有别的亚少，我们也不知道。那如果我就是借由这一次我们讨论线上的讨论，如果你有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你可以帮忙问，然后也可以在我们每个礼拜2晚上做分享。如果你有发现你的亚少是从别的亚少分出来的我们最希望有这样的内容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就慢慢去归纳说阿美族到底最终的那个最源头的亚少是哪一些亚少是最源头的，然后这些亚少我们要去推论到底是由南而北还是由北而南这样子去看那个我们的分支的状况。其实有一个概念很清楚，那个人数越小就是那个名称越不常听到的一定是分支的。像古尤案这个连那个44个氏族都找不到这个古尤案的亚少啊，表示它已经是分支的。那像这个巴吉塔吉维利案这种比较大的应该是最源头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亚少对自己的亚少很想要找认祖归宗的话，或者是想要找到自己的源头可以问问看。那你可以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平台就提出说我下次换我讲没有关系，我们就希望你来分享我们也对每个部落陆陆续续做亚少的一个调查这样子。好，第2个问题是那个马里克老师有没有上线呢？还是没有，他的手机没有电好，那个第2个问题是这样子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把那个阿美族的那个迁移的源头，我们暂时大家先接受这个观点，因为蛮多人比较常讲阿美族是南来说，就是由南而北推论的。那个李老师，你要不要稍微描述一下就是那个你访谈那个蒋义雄老师的时候阿美族的那个南来说的，他大概的路径大概是怎么走，然后为什么这种说法你认不认同？那你稍微跟我们讲一下阿美族南来说的，就是由南而北这个迁移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你要不要描述一下？可以啊，好。当时我为了要去追问马兰这一块的迁徙是怎么来的，然后当时我也好奇我说只有你们这个族吗？只有你们这个氏族吗？他说不是整个迁徙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推论了，是整个的话是不是因为被破坏了，所以呢他们就整个都就往南移到了这个巴厘岛的地方嘛。那巴厘岛这个地方，我们现在都变成为好像是一个恒春的一个老师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你刚刚说往南移是由台南那边往南移，是这个意思吗？对，台南的安平 ，OK， 安平就是安平港这一带。那我们去想一想那这边已经是靠海呢，靠海。然后当时他有透露了，他说是当时因为没办法跟当地的可以就是为了生存嘛，就发生了争执，所以呢他们就被迫到了往南走，一直走到就是在巴厘岛这一边了。到了巴厘岛，他们休息了一阵子，就在巴厘岛这一边。那因为这一边他说腹地不是很广，可能跟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啦。那他们就往北走，就走到了牡丹这个地方嘛。所以这很好笑的就是牡丹
哇，好奇怪，那个山上怎么会有这个牡丹？这个是不是很多牡丹呢？我是跟他说这样问的啦。他说不是什么牡丹花，不是了，那个是板木蛋呐。他跟我讲啊，老师，所以那个李老师他是取那个和木嘎和木蛋，那后面那2个音是牡丹，这样嘎和木蛋，那个牡丹当成牡丹的命名，是不是？不是嘎，是板木蛋，板和木蛋。OK， 对，露屁股的地方，后面的音，对，露屁股的地方的意思。OK， 所以那个国语就把它变成为一个修饰成为很漂亮的名称，叫牡丹呐。他后来因为他是跟排湾族是在一起嘛，可是时常会发生一些争执啦。那这个阿密斯可能是斗不过他们嘛，就往东走，就是到了西海。就刚才我们说的，他们马兰讲的叫黑赖，马黑赖呀伊莎，那国语就把它修饰成为西海，也很漂亮的名称哦，叫西海黑赖哦。那在这里，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地嘛，你讲的洗赖是不是也是洗赖丢掉的意思？对呀，遗留的也可以啊，留存的也可以啊。Okay. 对，留下的东西嘛，就是因为我说为什么不一起通通都往北走呢？他说有的年纪大啊，有的觉得再迁徙下去好像没有兴趣了，就有累而已啦。所以既然大家都走，我们就留在这里就好了。他们意思是在这里，所以他们称那个留在那个地方的这些都叫做黑赖。黑赖，那我们北边叫西赖嘛，他们说黑赖嘛，马黑赖呀。那后来我说你们是怎么往北走的？我说沿着海边走吗？就跟你后来就往东边，以后就沿着海边走吗？他说不是啊，那边都是我比较多，好，没有地不能走了，那个地方好不能走了。好，我比较长过啦，这没有地方，没有，不是很容易可以通过的地方叫别他就往那从哪里走呢？古道上，古道那个。老师，请问一下，你那个古道是不是阿朗伊古道？不是哦。对，那出来就在大武这一边呐，大武这一边就开始。有些海边可以走了嘛，大武这一边就可以走了，所以当时他们其实大武这边也有名称的，我忘了那个名称为什么留下了这个名称，所以这些阿密斯留下了这些名称都是可以去追溯的一个点然后他们就是我说你们。为什么？你既然说在马兰有11个族，当时为什么只有你的氏族是可以带队的？就跟就是这个联盟啦，就是聯盟的關係啦，所以就是有一個就是請了一個就是他們的法弟可能是一個是什麼一個很會講話都會把他稱為他們帶隊者，就是等於是頭目一樣，大頭目啦，小頭目大頭目這樣子。那氏族過去等於是一個小頭目一樣，尤其是那個呀嘎拉斯諾呀，你那少喊的那，大家為了保命嘛，也為了生存，大家就盡量的就是大家合在一起。那也可以這麼說，為什麼他們從安平這，也就是逃竄啊，逃難的意思啊，盡量的避開這個有這個有紛爭的地方，所以都往南走，然後再往北走，越走越遠越好。啊，第二個那個那個白拉薩對對啦，就是阿拉巴奈這個地方啊。好，到了阿拉巴奈這個地方以後，因為認為說，有一個空地，認為說這邊
我们可以记住在这里。所以呢，那个头目就把他的拐杖就插在地上，颠倒的，那个上面的枝是在底下，因为那个头才是你所握的地方嘛。结果会长出叶子，我说很奇怪，是不是插得很深？然后那个结的地方可以怎么样？可以发芽，然后再从那边再弄一些嫩的这些竹子。当然，他只是这样讲而已。结果那个拐杖会长了这些竹子这样子。可是那个马卡道不是那个平埔族的人，很早就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你看他们被同化的时候，都已经是讲闽南语的话了，很早就在那边，因为他们所敬拜的是把这个拐杖的地方呢，把它盖了一个庙，就把这个马兰这个迁移的这些氏族都被赶出去了。被赶出去，赶到哪里去？就是现在的马档，台东这边马档。那这个盖庙的这个地方，后来他说他的长辈过去经过那一边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占据了这个拐杖头目的拐杖的时候，这个家族就常常有人生病，被诅咒就对了啦。所以那个地方就荒废了。荒废了，所以那个马兰这个当然心理上也不能再回去啦。他们就在马档这一边开始在做跟这个谁慢慢扩大以后，就到马兰这个宝双这一边，那边过去好像那一带都是这些边南族的居住在那个地方。那因为马兰的这些人数很多嘛。就把他们就推出去了，就把他们越来越移到这个比较很远的地方嘛，到西南边这个地方所以当时这个老师，你指的是说那个马兰的他们的人把卑南族人往西南边那个赶过去？是卑南族被我们赶哦。对，被赶过去了。但是他们有一个头目，就是叫那个谁，叫马恒汉嘛，所以他的势力，他说是蛮大的啦，势力蛮大的。但是这个马恒汉这一个，在蒋英雄在讲这些氏族的时候，他没有讲到这个马恒汉，他只有知道说，后来马恒汉就是他握了很大的这些权力在这个部落里面。但是他又是个英雄，所以大家都怕他嘛。这个马恒汉这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在马兰这边，的人开始在扩大的时候，他们已经必须要往北走啦，所以就分了，一个是往东走，往海边这边走，一个是往纵谷这样走。这个时候我才问蒋英雄，他说：“你们这个氏族有几个？12个。”能叫出名字的就有11个，他是这样讲啦。那你们说是杨淑珍说有15个，当然我们我现在是推论而已，然后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可以找出那真正的实际上有可以叫名字，他说有12个，那能够有11个，那他说我的印象是12个，来蒋英雄。那后来他那个氏族一个是往东，你看看他们自己氏族都分散哦，一个是往海边，一个往纵谷，结果往纵谷这一边的可能是到鹿野之后呢，又往南走，就跑到从这个那里一个东河，不是那个都兰这边出现了，所以在纵谷这边，然后到新昌或是都兰这边。就有他们的氏族在这边，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小马，这都是蒋英雄的氏族都在这一带里面比较多。最北边就是到成功镇，所以刚好成功镇就是跟北边的后来的啦，这个从北边这边就汇合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听他们的语言，你搞不清楚是从马兰这边吗？
还是北边这一边的，听不出来。那就问他了之后呢，他就说：“哎，我们是北边来的，就是那个啊，我们上一次我们是田调不是吗？那个里长的那个里长就是吉兰安善啊，那个里长啊，他是吉兰安善的人啊。可是你看听他讲话，马兰这一边的啊。”马兰这边的老师，等一下哈，我最后一个问题问你，因为剩2分钟了，我们下个礼拜2哈，老师你再继续延续你这个的部分哈。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哦，那照你这样讲哈，我们由南而北这样走，我们一个是从海岸线嘛，对不对？一个是走3线，那照这个逻辑，3线的应该走的比较快，对不对？他走到北边的时候，然后那个大港口事件，他们开始往南跑的时候，刚好他跑的时间跟他们北上时间到成功，刚好那个分界点，所以以成功以北的话，就是由北而南下来的，它其实是由南而北，再由南下来，海岸线是由南而北慢慢的上去，最后他们在的确是从这个北边往南走到成功这个事，就一个是坐船，然后到哪里呢？到丰滨这边就停住了，然后就到吉兰阿山这一边，然后就分散。所以刚刚老师讲的就是在成功那个嘛，陈广澳那个地方。陈广澳就是小港啊。对啊，一比了古格吉兰啊，所以他们在那边做交易啊，所以最远的就是在那边，你讲的没错啊。那个陈广澳是在第一次那大事件的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因为这个清兵打输了嘛，他是从陈广澳这一边，然后翻山到关山这一边，因为关山这边有他们的据点，还有瑞穗的据点。这个有2个据点，所以当他们打输的时候，他们逃离了，就从这边翻山到了关山这一边了。哇，老师讲的这个太令人震撼的这个内容哦，可能颠覆了我们在教科书看到的那个阿美族的历史啊。这个有一个从台南的这个连接点哦。真的是有一点让人家觉得太震撼了，这个。所以我们都不能否定啊。一个是从船这边从南边降上去的，一个是陆路降上到北边这边的，马兰是陆路降上去的。那至于海岸阿美就是秀姑峦溪跟海岸是同一个的，所以就猫公山这边上岸的。OK， 还有登陆的点呢，还有一个就是南势阿美嘛。老师，我们南势阿美最特别，我们下次再一起讲哦。这个族群没有啊，这个我了解的不多了，要请那个南势的人再去解释哦。OK， 好，因为现在9点01分哦，那个李老师，下礼拜你还可以继续再分享延续这个部分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哈，太好了。我们其实针对我们今天的内容啊，其实应该大家很多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们下礼拜我们请那个李老师继续延续那个我们阿美族的那个迁徙的这个历程。当然我们不排斥说有阿美族的北来说，就是由北而南。那我们先讲一下南来说，如果有人有北来说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法，我也欢迎你们呢，我们一起来做分享讨论。那下礼拜有没有人想要分享自己的阿少我们这个平台希望透过我们大家一起的分享，然后来互相的那个交叉验证，是不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亲戚关系那个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下个礼拜？有吗？我们就是开放式的啦。就像聊天一样，没关系啦我是当抛砖引玉了大家呢可以再回头去想一想，然后可以问你们当地的这些事主，对，去问，然后大家互相的讨论，这样更好啦。
哦，对对对，有没有？好了，如果没关系了，他会不是这一段时间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了，都可以了。对对哦，对对，你们先去问问看哈。如果你对你的那个你的少很有兴趣，想要知道你的那个祖先的那个病跟你的源头哈，其实阿美族只有透过nga少才知道，你没有别的方法了哦。你只有透过自己的nga少才知道你的身世之谜了，你的源头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大概讨论到这个地方我们谢谢那个阿力克老师。还有我们那个李老师的那个补充说明非常的就是详细，而且有很多是令人觉得很震撼的讯息，对，很精彩。好，那个李老师，你帮我们说那个今天的帮我们下今天的结语，我们就结束今天线上的讨论。嗨，aray hanako ko mi sakjay honi hao to kuyuan ci arik hanawai ko suari suatu hati ni ai datak aluman hau ku在个fana 可以引起其他事主可以比照你这种想法去问。好，你还个爸爸ini tunian ngasau nangra，hape那个你的好。soalin ungangan aku an sao 一定要分清楚，分清楚是爸爸的吗？还是妈妈的？大家呢？如果说我爸爸的也都可以啊，妈妈的。如果你的姓，那如果是你要追溯到第3代、3代以前，是你的根源，去了解这些的话，那就是你的姓。有爸爸这边如果是入赘的，我们就不算。可是我们要去了解啊，还是要知道。那会给他好大家都去把这些历史都通通把它找出来。好，那爱过福建出来了呀，好，哎，Aray. Alay, Singsi. Aray, Singsi. 好。